来看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设一个机器人复健中心，有一个29岁中风的查甫病人，经过3个月复健，已经会当爬山咯。复健机器人嘛帮助脑性麻痹的囡仔复健甲治疗。咱做伙来看卖。 6岁小心由早产造成脑性麻痹，以前我用辅助器具，这2档到北医用机器人复健，即马通家己行路啊。传统的物理复健的话，它比较注重在它的肌耐力方面的训练，但是在机器人的辅助之下的话，它可以走路的姿势是比较正确，它会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走路的姿势。 另外一个29岁林先生，佮真少年，虽然脑中风变碎，经过下机机器人训练了后，嘛通正常生活。走稳了，那老师说，那我们来练交互蹲跳，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练跑步。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想我一个中了风的人开始练跳、练跑步。 北医统计，使用机器人复健的病人内底，脑血管疾病占8成，肋骨受伤占1成，佮有儿童脑性麻痹等等。复健机器人的性能有分悬、中、低，通照病人的状况，协助恢复损伤的肌力、神经甲骨头筋膜，嘛减少代偿作用。 代偿作用产生的时候，他就习惯了用了这个原来的代偿的方式来行走了。很早的介入的时候，他其实这些神经的记忆都还在的，然后再把这个力量练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恢复就是比较是2侧是比较一致性的这样的功能了。 北医表示，病人的神经参骨头筋膜受伤，黄金恢复期是1冬，机器人介入到3天复健，通缩短行路训练的时间，1个月至半个月。这2个病人嘛，拢伫医内黄金治疗期内恢复良好。不过目前这项治疗也未纳入健保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